彰化县的火葬场到底要起伫倒？即马县府甲民众有关是无共识，包括宜林、丰苑两个乡镇的民众，今仔日去向来到彰化顺在两位监察委员顶前，批评彰化县府硬要起火葬场。监委表示会过来详细了解案情，民政处嘛讲会赶紧来开地方的说明会，配合监委调查。 民众激动跪伫咧涂骹顶前，向监察委员表达心声。彰化县府按算伫咧丰苑乡梨林镇交界兴建火葬场，引起了地方强烈反弹。18号2名监委前往议定地厅地方顶前，现场组织超过400位的民众，批评彰化县府黑箱选址，强行推动。已经被整地推平了，还种下植物了。这个彰化县政府违反环评法22条，他还说书都还没有送哦。 这2块5000平方公尺已经做了。彰化市转台唯一无火葬场的县市，县府提出伫咧丰苑乡草湖村一块9.51公顷殡葬用地兴建，加上伫咧丰苑第一公墓拿骨塔，也搁当伫咧兴建的第一宾馆边啊，要打造生命园区。但是民众烦恼丰苑梨林是农业区，议定地丰尾人口真多。 空污会影响到健康甲生态。14号还阁曾经发动游行，监委是强调后续会详细了解整个案件。阮接受到大家进行了，阮登记会甲大家进行的内容，真详细吼，甲了解。经纬依照调查权的部分，他们需要我们提供相关的资料，或是我们都会依规定来提供，让经纬了解整个来龙去脉。彰化县政府会全力配合他们的调查。彰化县民政处表示，预计明年1月初就会举办地方说明会，甲民众面对面沟通，而且尊重监委的职权，后续会提供相关的资料，全力配合调查。记者彰化报道。